武则天晚年因为宠幸二张兄弟，引起母子君臣关系的紧张。一开始，大臣们本来想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二张兄弟问题，考虑将他们送入监狱或者直接处死。然而，由于武则天对二张兄弟的百般维护，证明这条路显然行不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大臣提出暗杀二张的计划，但是考虑到武则天事后不可能放过凶手，最终以张柬之为首的5位朝廷重臣商议决定，采取搞一场宫廷政变，将二张兄弟除掉，并促使武则天提前退位，以确保事成后大臣们各自的人身安全。于是，宫廷政变的方案迅速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公元705年正月22日，张柬之等5位大臣与太子李显、元太子李旦以及太平公主联手，并在上官婉儿的内部配合下，突然实施政变行动。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神龙政变。按照计划，张柬之和崔玄伟率领部分御林军袭击玄武门，以此掌握进入宫殿的必经通道。同时，李多作带领另一部分御林军将士前往东宫迎接太子，将他护送至玄武门，以便在行动成功后再次昭告天下。尽管政变计划策划周密，但是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。李多作率领的御林军将士前往东宫迎接太子，然而当这些将士抵达东宫时，太子李显突然感到恐惧，他想起母亲一贯的强悍作风，不禁打了退堂鼓。此时他想放弃参与逼宫行动，这让御林军的将领非常无奈。最后，御林军的将领不得不向李显施压道：我们冒着被株连九族的风险，只为了让李唐王朝重新掌握天下，为了您能登上皇位，我们已将个人生死命运抛在脑后。当下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，如果您现在放弃了，我们这些将士将被视为谋反叛逆之徒。如果这样，就请您亲自向外面的士兵们去解释清楚吧。听罢，李显终于明白，此时他已经别无选择。此时他若放弃，恐怕外面的士兵会把他撕成碎片。无奈之下，李显只能随将士们一同前往。2路人马在玄武门会师，袭击并控制了守门将领后，士兵们随即冲进了武则天就寝的迎仙宫。此时，张易之和张宗昌兄弟还在熟睡中，被外面的动静惊醒，匆忙穿衣起床，刚踏出门外，便遭遇了突袭而来的士兵，在外廊处惨遭杀害，双双丧命。接着，张柬之率领部队闯入了武则天的寝殿集仙殿。武则天见外面刀光剑影，一片混乱，不禁质问道：谁在兴兵作乱？张柬之随即答道：张易之、张宗昌兄弟2人谋反，臣等奉太子的命令将其2人诛杀。武则天目光落在这位老臣身上，却未作声。他转向太子李显，说道：原来是你派兵杀人啊！人你也杀了，事情你也办了，那你就回东宫歇着去吧。此时武则天的神态不怒自威，霸气十足。太子李显心生畏惧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这时，大臣桓彦范正气凛然地说道：太子怎么能就这样回去呢？遥想当初，先皇托付陛下扶持太子，当下太子已经成人，理应继承大统。今日我等愿奉太子登基，恳请陛下即刻将皇位传给太子。此时，武则天明白正面交锋会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她把目光转向人群中的李战，对他说：我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，你怎么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动？李战满面羞愧，无以作答。接着，武则天又将头转向崔玄伟，对他说：别人成为宰相都有人推荐，唯独你是我一手提拔的，今天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崔玄伟凛然正气地回答道：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对我的大恩大德。武则天听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，于是再次躺回床上，闭上双眼。她表现得异常平静。至此，神龙政变以太子李显的胜利而告终。这是时隔多年李显再度登上皇位。登基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恢复李唐王朝的一切制度。至此，李氏一族又重新夺回了天下。李显登上皇位后，武则天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，那就是恢复他大唐皇后的身份。这个请求得到了李显的同意。从这件事情看，他再次反映了武则天超出常人的政治智慧。他在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，成功保护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，避免了亡国之君的悲惨命运。公元705年11月26日，
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离世，结束了她充满传奇且饱受争议的一生。神龙政变是武则天一生中最大的挫败，却是大唐王朝中兴的开端。因为这次政变有改朝换代的意义，因此策划此次政变的张柬之等5位朝廷重臣都被封为郡王。然而时隔不久，这5位大臣不但被朝廷剥夺王位，还先后被害身亡。那么为大唐复国做出重大贡献的5位功臣，为什么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？这背后的历史真相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